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
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知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是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知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是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知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何如？子曰：莊文仲居塞，山節祖絕，何如其志也？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三事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是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知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何如？子曰：清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之，焉得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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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子曰：清矣。
曰：仁矣乎！曰：未之焉得仁？子曰：稱矣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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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曰：仁矣乎！曰：未之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宰，斯可矣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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